免问题，昨暝要客灶，拢客灶，回来我是客灶，面真地公来年内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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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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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么我们来耶稣见面的表弟哦。耶稣见面的表弟，表弟跟教明学站，跟教明学站。面真定公来年内耶稣见面的表弟跟教明学站。面真定公来年内真理争，他们是争论的争。面真定公来年内，耶稣见面的表弟。耶稣经过别人的麦田，表弟，他这里指的是这个麦子。这个词本身呢，它应该是稻子的意思，但是它在这里是指这个麦田的意思。跟教明学站跟路去，那是跟路。面真定公来年内，耶稣见面的表弟跟教明学站，经过别人的麦田。要座桥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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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